Hello， 大家好，歡迎翻返嚟到 idea try try 廣東話讀書會嘅時間，等我哋一齊用新嘅 idea 同埋書嚟開啟新嘅禮拜。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最近睇過嘅書啦，書名叫 Writing for Busy Reader: Communicate More Effectively in the Real World。係咁呢本書一開始咧，其實好快就 catch 咗 attention 啦，尤其是大家都見到兩個 keywords 啦 ，writing 同埋 communication 啦。咁其實大家諗翻都知咧。其實咁一個人講嘢係咪好 logical， 係咪好口齒伶俐？咁啊第二件事啦，但日常上邊我哋更加牽涉到比較多嘅就係 writing。咁你諗下日常，不論你可能 send message， 甚至乎翻工 send email， 甚至乎你可能上 content creation 嘅，咁其實你寫一份稿咧，背後都關乎住你點樣去寫，點樣去 writing， 同埋你個 storytelling， 到你想 communicate 正確咁樣傳遞到你想俾佢知道嘅一啲 information。咁所以呢本書咧，正正就可以幫助到你點樣可以喺文字上邊令到對方好快就知道你講啲乜嘢，同埋最緊要嘅係 grab 到佢 attention， 會繼續睇落去你到底寫啲乜嘢。因為其實好多陣時咧，喺而家呢個世代咁多 information 啦，好多陣時我哋都係淨係 scam 可能頭幾個字，或者淨係 scam title， 跟住就會決定唔睇嗰樣嘢噶啦。咁所以正正呢本書入邊 mention 到嘅一啲技巧咧，同埋原則咧，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到 grab 到讀者嘅 attention， 同埋都令到對方明白到底你想講嘅係啲乜嘢。而呢本書咧嘅作者咧，其中一個其實就係哈佛嘅教授啦，第二個就係行為科學嘅研究專家啦。但係喺本書入邊咧，佢唔講文學啊，佢哋反而係講科學，用咗好大量嘅研究數據，話俾我哋知道到底點樣嘅寫作先係真係有效咧。咁喺進入主題之前，如果對於個人成長、生產力、身心健康有興趣嘅話，都記得 follow 我嘅 podcast， 每逢禮拜一都有嶄新嘅 idea。咁書一開始咧就分享咗啲常見嘅錯誤啦。其實老實講，我到而家咧有陣時都會犯下呢啲錯誤噶。大家諗翻起咧，其實我哋由細到大係點樣學寫嘢噶？例如，其實你寫嘢最密集同埋練習得最多嘅時候咧，其實反而喺學校喎。而學校寫嘢方法係點啊？例如你寫論文啦、thesis 啦，其實好陣時你嘅目的諗翻轉頭咧，其實你係想 show 俾老師睇啊，我知道啲乜嘢，同埋我記得上堂講過嘢。或者我溫咗書啦，而所以嗰陣時咧，其實你即係 depends 上讀咩科啦，但係其實嗰陣時咧，你都未必咁大程度，你個目標係為咗去到話俾個讀者聽，或者說服個讀者到底佢做啲乜嘢啊。但係往往大個咗，到你出嚟做嘢之後咧，其實嗰個寫作嘅重心轉移咗重點啊，你反而呢個時候你要諗嘅係到底讀者需要理解到啲乜嘢。或者佢喺佢嘅角度，你代入佢，到底佢應該睇完你篇嘢，感受啲乜嘢，或者做啲乜嘢，從而你先再去諗翻，到底自己應該點樣寫，先可以令到佢理解到，或者有嗰個感受咧。而呢一個就係最大嘅分別。同埋睇呢本書咧，其中一個技巧或者個原則咧，我都覺得係好緊要。我成日喺自己不論任何嘅寫作上邊，不論可能翻工 email 啊，甚至乎我自己喺度 draft 緊 podcast 或者 video 嘅 script 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成日會 remind 住自己一樣嘢，就係讀者咧不能睇你嘅片啦或者文字咧，其實佢哋嘅專注力都係有限噶。咁所以你一定要說服到你讀者，其實你俾佢嘅 content 咧，應該係喺佢嗰堆嘅 priority 優先事項嘅清單入邊咧，係排得好前，你需要快啲去睇嗰個 content。咁其實呢個講法咧都呼應住近代嘅研究發現啦。咁喺 Pitt Mind 呢本書入邊咧，作者係個腦神經科學家啦。咁入邊都講到嘅就係，其實大腦專注力系統咧由3個部分組成啦。咁你當 System One 第一個系統咧，其實就係縮小咗特定資訊嘅範圍，並且去整走咗啲騷擾啦，令到你可以 focus 喺單一個主題入邊。咁第二個系統咧，警報系統咧，其實就係令到我哋去 keep 住對我哋身邊嘅環境有個廣泛嘅認知，而執行系統咧就係兼顧住我哋嘅目標啦，同埋我哋嘅 priority， 令到你提前規劃一啲嘢嘅。咁而其實呢3個系統特別嘅位就係在於咧，你冇辦法同時間用住咁多嘅嘢啊，因為佢哋大家都係 share 緊用一個同樣嘅心理資源，即係當資源有限。佢哋每個系統咧，你個腦只可以 focus 喺一個系統入邊，而唔可以同時間3個系統用緊。咁所以當你好專心做緊一樣嘢嘅時候咧，例如我專心睇緊書啦，專心寫緊嘢啦，突然之間有啲
突然之間你隻狗喺度吠啦，或者突然之間有啲雀叫啦，突然之間有啲好刺耳嘅聲啦，咁你警報系統就 activate 咗，從而令到你專心唔到，因為個環境影響咗你，alert 咗你嘅生存機制啦，嗰啲嘢啦，令到你必須要去 focus 喺嗰度，從而你就冇辦法去到再去翻專心嘅 mode。咁我諗翻起我經驗咧，事實上好似都真係咁咯。同埋咧，其實好多陣時我哋都，不論你揀睇咩書啦，下半睇咩書啦，或者你 IG 碌唔同嘅 content 啦，或者喺唔同 platform 睇唔同 content 嘅時候咧，其實好陣時你都係睇嘅 title 啦，或者睇佢少少內容去決定到底呢啲 content 值唔值得你放咁多嘅時間落去。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而家 information 好氾濫啦，咁所以好陣時我哋會 activate 嘅就係嗰個會喺度 plan 緊到底呢樣嘢係咪有 priority 睇咗佢咧，嗰個系統。咁再咧就要講到咧，咁所以其實大部分人去睇嘢，例如睇到篇 article 嘅時候咧，都會衡量佢嘅好處，例如同自己關唔關事啦，係咪自己關心嘅問題啦，或者俾咗啲咩 value 自己，有冇啲咩建議俾到自己啦，將呢個好處同埋嗰個成本，即係時間同埋 energy，去即刻做一個對比啦。而其實呢一種 decision making 嘅過程咧，係構成咗大多數人類決策嘅基礎，因為人類天生就係好中意用嗰啲好低 effort，但係即刻可以有回報嘅嗰種體驗。咁所以大家聽到呢度咧，都應該好清楚到，其實個重點就係，即係大家諗下點解 reels 頭3秒咁緊要啊？因為啲人覺得頭3秒對佢嚟講個好處唔大於個成本咧，佢就會唔睇噶啦。所以 content 同樣如是。咁之後就會分享咧，到底有邊8個步驟書入邊 mention 到，可以幫助到我哋更加有效率咁去寫作。咁其實第一樣嘢要做咧，就係 identify your goal，去確定咗你目標。你應該諗自己，雖然內容可能會有長有短啦，但係最緊要嘅係你希望個讀者最後會 take away 係啲乜嘢？你希望佢就算可能 scam 或者點都好咧，你希望佢理解到關鍵嘅要點係啲乜嘢？同時間作者提醒住我哋咧，唔好唔記得咗，我哋要去令到我哋嘅目標同埋讀者睇我哋 content 嘅目標去 align 翻，去保持翻一致。喺呢度咧，我都諗翻起點解好多人都唔建議會自己出錢出書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嗰陣時咁當然其實老實講，可能我 bucket list 我自己都想出一本書，但係如果我自己銀荷包出一本書，其實唔難啦。但係問題就係，當我自己想出本書而出本書咧，好大機會其實本書嘅內容咧，其實冇人 care 噶，純粹寫嚟自己自嗨。咁所以再都 mention 到嘅就係，其實如果你嗰啲 content 咧，你解決唔到你嗰啲受眾最緊要嘅問題咧，其實讀者就會忽略或者誤解咗你嘅 content 啦。咁所以你就達成唔到你嘅目標。咁所以為咗彌補呢個 gap 啦，喺內容上邊咧，其實你要強調到底內容點解重要，同埋點解同你 target 嘅嗰啲 audience 有關係。咁喺度咧，我都諗到個好快嘅例子，就例如 let's say 我當你人去到中年啦，或者你咩歲數都好啦，你突然之間覺得啊，自己人生好有趣喎，我想寫一個人生嘅傳記。但問題就係你寫完，其實純粹係即係真係俾自己自嗨咯。其實冇人 care 你嘅傳記係點，你成長經歷係點嘅喎。咁所以其實都唔會有人買呢本書咯。即係除非你係個好出名嘅人，但係反而如果呢個時候你強調呢本書點解咁重要，可能因為你自己成長背景，例如可能你其實細個有 depression 嘅，並且原生家庭好慘嘅，從而你將你嘅內容有少少 reframe 佢轉少少，變咗成為就係一個可能原生家庭有問題並且細個 depression 嘅人，到底大個點樣去保持 mental health 咧？咁其實有機會內容上係冇變嘅。但係咁樣嘅話，你就可以吸引到嗰一堆同你 share 同樣 experience、同樣 background 嘅人。咁書入邊都有其他嘅例子，例如可能你想叫啲人環保啲嘅，你可能想佢哋簽一啲請願書嘅，甚至乎可能支持可能素食社區支持出嚟啦。咁個問題就係，你純粹叫啲人簽名去支持呢樣嘢咧，咁其實未必個個人都有留意開呢壇嘢，或者真係支持噶嘛，好似覺得自己唔關事。咁如果佢唔關事咧，佢又點會簽呢樣嘢咧？但係反而你可能去強調嘅就係到底呢個目標會點樣影響到你住緊嘅社區咧？點令到你住緊嘅嗰個地方、嗰個社區、嗰個地區更加 better 咧？咁呢個時候，咁對方都更加有可能去停低聽你講多少少，了解深入多啲。
咁第二步咧就係要選擇你個結構啦，就係你點樣去 present 你嗰啲內容，個結構係啲咩，同埋 logic 係啲乜嘢。因為其實清晰結構咧會令到讀者更加有邏輯去理解你講啲乜嘢啦，同埋幫助到佢哋記得最緊要嘅 information 係啲乜嘢。咁或者大家都會為咗印象咧，或者自己睇開啦。咁其實 Ali 一個好出名 self-development 嘅 YouTuber 啦，咁佢其實當我研究佢段片點解咁吸引嘅時候咧，尤其是有陣時佢只係喺度講緊可能某一啲 research 發現或者講書入邊嘅內容咧，其實我覺得有個位係好吸引我嘅，就係佢一開始咧喺段片可能頭2-3分鐘或者1-2分鐘咧，佢就已經 share 到咧佢之後講嘅structure 係點樣，同埋有幾多個 point，同埋每個 point 大概係啲乜嘢。咁其實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佢已經係有一個好明顯嘅 structure，令到讀者或者令到睇 YouTube 嘅嗰個人咧，知道咗佢之後會講啲乜嘢，從而都可以聯想到或者係諗緊段片到底關唔關睇嗰條友事咧？咁睇嗰條友如果覺得關事咧，咁佢都更加大機會會睇埋落去。或者喺度都想分享第二個小發現啦，就係有第二個我都好中意 YouTuber 啦，叫 Matt Develop 啦。咁佢其實主要係 focus 喺 self-development 上面嘅領域啦。咁有時佢啲片咧一開頭多數，例如我當佢嘗試30日5點鐘起身，或者30日戒咖啡因都好啦。咁其實佢唔會成段片都係講自己感受，或者純粹講我要做呢樣嘢。多數佢解釋埋點解，同埋諗到去大少少嘅 population。咁嘅意思就係，即係例如佢可能講我要5點鐘起身啦，佢唔會淨係講我想所以咁做或者咩原因啦，佢會講嘅就係其實好多人都面臨住起唔到身嘅呢個問題，令到佢哋可能覺得好冇生產力啊，不斷咁怪自己啊，但不斷又好夜瞓，不斷怪自己，即係個咁嘅 loop，即係佢會將呢樣嘢同一個更加大嘅 issue 去到 connect 到 associate 到。又或者佢第二段片咧講連續30日行1萬步啦，咁其實佢唔係淨係講自己點樣做同埋過程發生咗啲咩事啦，佢反而會 connect 到嘅就係現代人嘅工作模式同生活模式，就好多人多數返 office 啦，坐好耐啦，並且交通工具都比較方便，又好容易去到搭好多車啦，咁變相咧其實係缺少咗運動，尤其是可能行路嘅步數咧，其實每日係超級少噶。咁本書分享嘅第3步咧，就係 craft a clear message 啦，就係令到你最想表達嘅嗰個資訊或者嗰個 point 咧變得清楚。咁到底點樣先可以令到你表達得更加簡明扼要地去寫嗰啲嘢咧？咁作者就建議你盡可能都寫有咁少得咁少咯。一開始首先諗咗你到底想表達嘅主要嘅收穫或者個 point 係啲乜嘢，你唔好諗咗其他嘢先，你想要寫低你最想表達嘅係啲乜嘢先，同埋都有第二個 tips 就係簡單啲去寫，因為其實咧就講到其實好多人咧有時寫嘢會即係或者大家中學嘅時候，例如作文咧，尤其是有陣時會俾老師話寫嘢太 fancy 啊，好似啲小説啊、金庸咁樣。但係問題係 communication 本身嘅目標唔係去 impress 人哋，你到底個 language level 有幾高，或者寫啲幾深嘅字啊嘛。個重點就係簡單地寫作，人哋明白咯。而個原則好簡單，就係你嘗試用一啲其實個讀者，即係你唔需要考慮到一個 education level 係幾多，但係你用一啲大部分人唔使查字典都會明白嘅好直當了然嘅語言咯。即係諗下，當你寫到好長啦、長篇大論啦，其實第一啦，個讀者有機會唔係好知道一個 main point 去咗邊度啦，但係可能你有 topping sentences 會好少少啦。但係當你寫到好長或者寫到好複雜，啲人唔係好明嘅時候咧，一嚟好容易俾人誤解啦，會令到佢唔知你講啲乜嘢，都有機會誤解你嘅意思啦。同埋都咧喺讀者睇嘅過程入邊咧，個腦或者認知功能好嘥力啦，即係要好辛苦先喺度嘗試好似 puzzle 解 puzzle 咁樣去諗下到底你講緊啲乜嘢咧，咁令到佢好快失去咗興趣，唔會想繼續睇落去啦。尤其是未必個個人都咁長時間可以坐低好認真喺度喺度鑽研到你寫啲乜嘢。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嘅 podcast 方針都係類似啊，即係盡量真係講一啲好關事嘅嘢，或者用一啲例子去到展示到發生啲咩事，都盡量少廢話。咁第4步就係 call to action 嘅內容啦。咁當然未必你每次寫作都一定要 call for action 啦，但係有陣時要啦。而我覺得當中其中一個都比較實用嘅 tips 咧，就係嗰陣時咧，我哋去諗call for action 嘅啲字句咧，可能例如了解更多啊，或者參加我們咁樣，都係比較
fake 比較模糊嘅一啲字句啊，而再就建議我哋要用一啲比較具體並且 action-oriented 行動導向嘅 term 嘅字眼咯。就例如可能你當想像你而家喺個 website 度啦，可能佢嘅 button 可能係而唔係咩了解更多，而係可能直接寫明下載行程或者下載回收清單或者下載下星期餐飲清單咁樣。之如此類咧，當你寫到咁明確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減少咗個 user 同埋嗰個讀者嘅猶豫時間，令到佢更加大機會係真係撳落去你一個 call for action 嘅嗰個位度咯。係啦，咁第五步咧，呢個係一個好 detail 嘅位啦，好多人或者都會忽略嘅，就係你簡啲講，其實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就唔好瘋狂咁去煲咗粗體咗啲字，反而簡單啲，你揀一個大家容易比較易睇得多、睇得比較順眼嘅字體先啦，同埋去到真係將一啲你好想強調、好緊要嘅 point 先去粗體咗佢，或者先去 highlight 咗佢咯，就唔好搞咁多嘢。咁其實呢一個同我之前學少少 design 嘅過程入邊都好似啦。咁我記得一句説話就係：當所有嘢都粗體咗、highlight 咗，咁邊度仲係重點咧？係啦，大家諗下就應該明想表達啲乜嘢啊。總之就係唔好搞咁多嘢，真係好少嘅嘢先去 highlight 或者粗體佢，同埋揀一個大家都覺得係睇得舒服嘅字體。咁而呢個方法都唔係好難，純粹就係你去睇下啲大公司或者多數網站或者多數人用啲咩字體咧，咁嗰啲多數就係比較大路噶啦。咁第六步就係修改你嘅寫作啦。咁其實冇人第一次寫就會完美，第一次寫咧實係有好鬼多廢話，咁所以要 check 多幾次啦。並且再都要提醒我哋，可能有陣時唔好淨係自己 check，可能俾人哋 check，或者而家咁樣俾 AI check 咯。因為有陣時其實你自己再 check 咧，你好容易 miss 咗一啲好明顯係錯嘅嘢。因為其實你已經知道自己會寫啲乜嘢噶啦嘛，咁你大腦其實就自然有 auto correction 咗，從而你就好大機會會 skip 咗啲其實係錯，但係你又覺得好似冇嘢都睇落去。咁去到第七步就係當你傳播你嘅資訊嘅時候，你要諗清楚到底你係代表住邊一個人咧，同埋你用啲咩 medium， 用啲咩媒介咧，同埋時間係幾時咧，同埋 follow up 嘅策略。咁咩意思？因為雖然我哋大部分人寫嘢都係代表住自己啦，但係其實當你寫嘢嘅時候，例如可能你係代表住一個機構，或代表住一間公司咧，其實例如你寫嘢嘅用字啦，或者個 tone 啦，甚至乎需要幾詳細咧，其實可能會調整啦。至於媒介上都緊要，例如我當啦，今日我寫緊一份可能關於 Reels 嘅 content 嘅 script，同埋可能 YouTube 片或者係可能某啲 talk 咧，其實大家諗到就係個內容上嘅結構啦、長短啦，甚至乎用啲咩字啦，或者係咪都係咁幽默咧，都好大轉變啦。而時間咧就係翻返去一開始講嘅頭幾個 point 啦，就係你要諗下到你 target audience 到底佢會係幾時去睇嗰樣嘢咯。你唔單止要諗係到底佢幾時睇，你都諗埋嘅係作者提醒咗我哋啦。你其實我哋都要諗埋嘅係到底佢嗰個 emotional state 係點咯。例如好似我呢個 podcast 咁啦，咁點解我會揀星期一並且咁早咧？其實主要嘅 concern 就係我覺得因為星期日啦，雖然大家都覺得 Blue Monday 啦，但係對於一啲可能想每日都進步嘅人嚟講，其實星期一反而係一個新開始咯。並且選擇朝頭早係因為我都會相信，如果想自己多啲進步嘅人，佢哋好多人都可能會想做一個 morning person 啦。咁都希望 morning person 會接觸到新嘅資訊，從而令到佢之後嗰個禮拜可以有唔同 idea 可以試一試啦。同埋朝頭早瞓醒咧，多數係比較 motivate 啲嘅。即係諗下你9點、10點、11點放工翻到屋企食埋飯，搞完一堆奇奇怪怪要做嘅嘢咧，你仲邊有心機去好認真聽個 podcast，或者好認真喺度睇一本書或者鑽研一個 topic 啦。咁所以朝頭早咧 suppose 係比較有精力啲，同埋有心機去聽希望呢個 podcast 嘅內容啦，或者其他有用 podcast 嘅內容。咁去到第8步就係要 keep practice 咯，所以提醒住我哋其實要 keep 住練習咯。因為寫作你要 master 呢樣嘢咧，你好難去寫幾次你就變得好厲害啊，而係需要時間同埋不斷去琢磨、不斷去磨練嘅一個技能咯。並且大家都諗到就係而家呢個世界趨勢可能比較多短嘅 content 啦，即係都證明住其實世界嗰個節奏越嚟越繁忙。例如我哋好多 technology 可以幫助到我哋一日入邊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嘅事情，令到我哋越嚟越貪心，想 achieve 越嚟越多嘅嘢。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其實我諗 at least 都市人啦，即係可能例如不丹啊，或者一啲
即係冇咁發展嘅國家嘅人，或者佢未必感受呢樣嘢啊。但係 at least for 都市人咧，我覺得個趨勢都係其實時間咧越嚟越緊迫㗎。咁所以如果你係想 content create 或者你寫屋都好咧，其實你係必須要去到寫得更加之簡短同埋更加之重 point 啊，咁人哋先會去到 treasure 去到珍惜，並且覺得你寫嘅內容係好。咁當然除咗自己練習之外，你仲可以去觀摩下，學下其他啲好嘅作家點樣去寫啦，或者去望下啲寫得唔好嘅人，對佢點樣寫嘢啦。咁呢個都應該進步得比較快㗎。係啦，咁我知道今集內容會比較長少少，但都希望你今集有啲得着會幫到你啊。咁如果中意我哋 content 嘅話，都記得留5星好評，留言話翻俾我知，到底你點樣諗今集嘅內容，甚至乎 share 俾你覺得啱聽嘅朋友啊。咁我哋下個禮拜一準時再見，呢度係 idea try 廣東話讀書會，拜拜。